后礼拜12月25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就职满1周年，绿党今仔日发布上新的民调，有57.8%的高雄市民对韩国瑜的施政表现无满意，若满意者有33.9%。另外，《苹果日报》嘛发布着民调，英德配是47.2%，国政配是17.8%。 真正对不起高雄人的，很明显就是韩国瑜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就职免满1年啊，依照绿党最新的民调，有57.8%高雄市民无满意韩国瑜的施政表现，满意的敢若33.9%。对着韩国瑜市政承诺达成率有24.8%人给0分，认为敢若达到3成以下，有25.2%成绩无啥好看。高雄这个重灾区来讲，还有33.9%的人呢觉得满意哦。苹果新闻网嘛发布2020总统大选的民调，英德配得到47.2%的支持度，国政配有17.8%，宋怡配有6.6%。先让韩国瑜在总统失利之后，我想明年一起双杀他的机会是非常大的。12月21日有罢免甲挺韩2场大游行，同时伫高雄举行，市民参加倒一场。绿党调查有60%的市民表示讲2场拢未参加。前1分钟说号召海内外韩粉来高雄支持这个挺韩游行，可是下1分钟却说参与我们这个罢免的游行是不合法的。英国国民党方面已经估计4到20万人上街路挺韩国瑜为选举重大声势。